好，而家到第9行啦。第9行咧有少少玩嘢嘅成分嘅，因為咧你啱啱就做完咗一個好 sharp 嘅 decrease 啦。咁而家呢行咧就做佢嘅相反詞，就係做一個 sharp 嘅 increase。咩意思咧？就係嗱，我哋而家呢一行個 base 咧係6針，咁我哋就由6針變翻12針。咁就同頭先做嘅嘢係完全 opposite 嘅。頭先嘅做嘅咧就係每兩個 base 起一層樓，係咪？每兩個 base 起一層樓。而家咧就係每一個 base 起2層樓，係啦咁樣。咁所以咧嗰個空間亦係有啲窄嘅咁樣。咁我哋就開始啦，先 chain 1啦，喺第一個 base 嗰度勾第一個 increase 啦，跟住mark 一針。咁呢一行應該都唔係好需要用呢啲紫色嘅 marker 嘅，因為我哋唔使做 decrease 噶啦，淨係做 increase。跟住喺同一個 base 度起佢第2層樓，第2個 single crochet， 跟住去隔離嗰行第3個。咁咧，因為做呢行全部都係 increase 啊嘛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數針嘅話咧，基本上逢單針即係1、3、5、7、9咧，就會係開一個新窿，就會喺一個新嘅 base 度開始啦。因為係每一個 base 都會有2針，咁你可能就容易啲記啦。同埋你會發現咧，頭先嗰行咧，我哋係做 decrease 噶嘛。decrease 咧啲窿特別大，decrease 完之後嘅嗰個 base 係啲窿特別大嘅，係因為即係我扯得唔夠緊。其實如果再扯緊啲，個窿佢會細啲嘅。但係始終佢做 decrease 啊 increase 啊，佢嗰個窿嘅 size 係會有啲同平時有啲唔同咯。跟住最後等我睇下係咪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係啦，10針啫，仲爭2針。我哋呢一行嘅目標係12針。12針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 finish 啦。再數多次先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 ，OK。跟住就一樣啦，整闊佢，跟住呢條線記住喺佢嘅後面。所謂嘅後面係你落針嗰個 loop 嘅後面，唔可以喺佢嘅前面，要喺佢嘅後面。好，跟住 slip stitch 攻過嚟，食埋過去。好，咁我哋就呢行完成啦。咁我俾你睇下佢個 shape 已經出咗嚟㗎啦。你見到如果你撳扁佢嘅話，你已經見到佢係尖咗去。呢行係個 decrease，跟住而家又闊翻啦，咁樣。